这潭美风台虽然离咱遥一地啊，不过这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，台湾真侪所在都已经咧靠强风变大雨。气象署就预告，这24点钟内北部、东北部的雨会上粗，一直到拜五拢会是维持这款天气。特别是在北部、东半部，还有恒春半岛的民众都要特别注意。 街路真侪民众拢已经甲外套穿起来呀。拜四透早，北部、东部、恒春半岛天气湿湿凉凉。气象署表示，受到东北季风甲潭美风台外围环流强环效应的影响，根据统计，对拜三到拜四早起，北部部分山区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300毫米，新北随风甲宜兰山区也累积超过200毫米。 气象署也提醒，未来24点钟，伫北海岸甲宜兰山区雨量可能会达到大雨雨的等级。 其实包括北海岸的降雨，以及宜兰地区，尤其是宜兰南部山区的降雨，都是相当的持续。而在花莲地区的降雨也会逐渐增加。那台东地区在今天白天可能降雨的情况还不明显，不过随着台风移动，后续整个外围环流移进来的水汽，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，台东到恒春半岛的降雨也会增加。 另外，即届伫咧中央山脉的主动之下，风雨较无影响到的是台湾的西半部。不过，伫咧外岛地区甲台南以北沿海地区，阁有平地较空旷的所在，也要注意有大风影甲强阵风的情形发生。苗栗到云林的沿海地区。 澎湖以及恒春半岛跟兰屿有机会出现10到12级的强阵风，提醒大家外面的风还是相当的强。气象署也表示讲，即马潭美风台持续往西对离上岛通过刷落来，进入南海。拜五过了后，雨势会渐渐减弱。伫这2天，除了东半部、恒春半岛会有明显的风雨，北部地区、宜兰山区要特别注意有地灾性的雨势。民众出外也是行车，拢要注意安全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